谁来？一女儿女也光辉，生死加倍，要死气态，非有不同。莫非其中有什么原因不成？倒叫我心中畏惧不下。母亲，我啦，今日来可见你弟弟有什么异样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前天晚上母亲已在，我去找弟弟晚上，但是弟兄娘到花园里烧香去了。我等到半夜还不见他们回来呢。哦，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啦，去回红娘来。母亲，我红娘来是什么呀？不许主人快去回来。哦。红娘，红娘，快头子！母亲也知道的，我姐姐到花园里去，今天我来欢迎你。你先进去，母亲来了。哦。今日夫人知道了长孙小弟的事情，现在要上衣服。小弟呀，小弟，你离来我红娘了。红娘，他来呀。只见夫人唤我，才能进去。小贱人，万不跪下！夫人，跪下！我啦，自家发度来。母亲，去。小贱人，你可自在？红娘不自在。你还要出家？他是从这是来找死了你，咋不是讲我当死你这个小贱人？小红娘说些什么？你与小弟不要到花园去何事？没有去过，不该见来。回廊进来，我都没见过呀。就是这子午岁与我下去。小贱人，你尽管逼来。夫人，夫人，小贱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悉听别怒，红娘啥便是了。话说是。看
做梦啊！他在红娘的心，隐隐去，你记得那小姐姐，她小情，全小弟是个女儿之家，你是我的娘他人，你是我的，哎呀！
命不应，还有送挖苦谁？夫人，红娘回去了。起来。多谢夫人。去把小弟回来。明在一早十里长的送张生接迎去。